立法院顶礼拜五三读通过财违法的修正案，行政院长德英台电表示讲，立法院通过的新的财违法，问题是比过去计算错误更愈严重。嘛不管立法院在野党的动作，强调讲行政院会全面来应战。但立法院却在上周五以提前的方式，匆匆忙忙的就通过了新再修订的财划法。 而且这个内容将造成更大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，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。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均衡、更公平、城乡差距更缩短，而且全民国民共享的一个财划法，这个才是因应之道。但是对于立法院这样的动作，正如在野党团突然的这个动作，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。 第30条，立法院顶礼拜五三读通过财违法部分条文哦，明定讲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补助款甲计划性的补助款的款额，各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是袂当比修正实行前一档的预算搁较少。行政院长德英台是表示讲非常的危险。德英台嘛讲明仔载甲地方政府来会谈，20行政院行政院会会来讨论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，通过了后得送立法院审议。